不經不覺，香港數碼娛樂業新畢業生支援計劃已經去到第5屆啦。呢個計劃嘅目的，旨在鼓勵業界聘請新畢業生，為培訓業界人才出一分力。由第1屆到第5屆，一共收到咗超過500份嘅公司申請表，提供超過850個職位。最後亦都成功為175位年青人提供在職培訓嘅工作機會。Metaverse 同埋 Web3 嘅概念興起，令到成個行業對人才嘅需求大幅提升。所以今屆申請我哋呢個計劃嘅公司，亦都創下咗歷年嘅新高，達到99間公司同埋176個職位。喺呢度，我好感謝創意香港一直以嚟對香港數碼娛樂業新畢業生支援計劃嘅大力支持，令到計劃得以成功。不如我哋一齊嚟聽下過去透過我哋呢個計劃入行嘅同學仔點樣講啊！ Hello， 咁我係 Agnes 啦，咁我就係2021年喺 SCAD 畢業嘅，咁佢係一間喺美國嘅藝術大學啦，咁我就係讀佢嘅 Animation Degree 畢業。咁其實嗰陣時不嬲想去美國讀書，就係想去美國揾工啦。咁但係好唔好彩就有 Covid 啦，咁屋企人都想我翻香港揾工嘅。咁最後翻到香港就開始揾有冇啲同動畫相關嘅行業可以做呢？咁樣。咁上網話原來揾到啲香港人都有好多好有 heart 啦，好有熱誠，做啲 work 都好高質嘅公司。咁最後又揾到一間適合自己嘅，咁就係咯，喺香港就做呢一行。入咗嚟間公司之後，我學到嘅第一樣嘢就係呢間公司，一間香港嘅動畫公司係點樣運作㗎啦。即係佢可能有分前中後期，有唔同嘅部門啦。跟住就係學到點樣同其他嘅同事去溝通啦，即係大家有唔同嘅工作崗位、唔同嘅內容，去點樣去合作咧，去做一個 project 咁樣。咁最後亦都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就係可以提供到一個我哋同客人溝通嘅機會啦。即係可能我哋要去了解話，呢個客人想要啲咩畫面咧，我哋喺 motion 或者 animation 上面點樣幫到佢咧咁樣。如果我身邊有啲朋友對動畫都好有熱誠嘅話，亦都想揾到一間好似 Intoxic 咁有 heart 嘅公司去入行嘅話咧，我會好建議佢哋去參加香港數碼娛樂業新畢業生支援計劃嘅。咁我係 Darren 啦，咁我係就2021年就啱啱喺科大嘅 Computer Science 學系畢業啦。咁就本身都好中意打機啦，咁亦都好想入行喺呢度寫遊戲。咁我參加咗香港數碼娛樂業新畢業生支援計劃之後咧，咁就成功都入到呢一行，就喺呢間公司做啦。咁就喺呢半年都擴闊咗我好多嘅眼界啦，亦都見識到好多究竟一個大啲嘅公司係點樣去寫一個遊戲啦。咁而且亦都俾我知道，原來可能我嘅知識亦都有更加大嘅進步空間啦。咁喺呢度亦都好同好多唔同嘅 programmer 去交流。咁我嘅夢想咧就係希望可以 develop 到一個遊戲，咁就淨係屬於我自己。咁喺呢間公司裏邊咧，我得到嘅實戰經驗有好多啦。咁所以我都好鼓勵應屆畢業生可以參加呢個新畢業生支援計劃嘅。